生你好，大家你好，我要介紹自己，我係Anita Dwi Astuti，我今年24歲，我未結婚，我係位高度，我讀到中三畢業，我有一個兄弟，我係第二，我係呢度學做家務、種田節、煮餸。做 PP 照顧小朋友同照顧老人家，我都有學洗車、燙衫、用電器。我識煮、蒸蛋、蒸魚、鍋粥、碗湯、煲湯同炒菜。先生太太，我唔識煮肉，但係我要煮豬肉。我驚大教，我喺高輪香港做過嘢，我照顧過老人家，我照顧四個大人，我照顧老人家，婆婆79歲，公公84歲，婆婆同公公識行路，我都有做家務、買餸、煮飯、燙衫、同洗車。先生太太，我原先唔國在，聽話老實同勤力做嘢，做滿2年嘅合作。多謝先生，多謝太太，我哋喺香港見啦，拜拜。